今日的榜眼客家专题，我向下嚟看的是具有一个客家生活文化代表性的蓝衫、太琴衫。恁拜客家妇人家如果做一个太琴衫么，也留下许多历史影像同记录。而家大家一看到安尼嘅衫，如果问到客家人，韩国百年历史嘅太琴衫，也世界风嘅提醒有乃到过奇妙嘅文化意涵呢。下2018年。也传统嘅太琴衫係咪有會有乜嘅新生命呢？向下嚟看。蓝衫头名球底係蓝色嘅衫褲，唔係炭色嘅，係淺色嘅。因為淺色長唔驚污糟，都會雕呢搶走倒壓，天挑做美，三網做色。南啊你飲出嚟衫褲啊，上身下段做色嘅，怎麼我做看得清楚嘛？看唔清楚咩哈？故所以一個偏向一個南。蓝衫嘅剪裁非常簡單，表面看起來就係一隻 T。有樣有大嘅衫褲，理性性動覺，一方面係因為保守，總得剪裁不能看到形狀；然後一方面也因為熱帶天氣，做衫褲嘅細節為保持通風涼爽。衫褲台在做色嘅細節就減少去堂內，鋼鐵開達完全沒受到影響。雖然衫褲台唔過藍衫才強勁嘅部分是凍合，冇腐螺絲也係輕重些凍插法嘅過量，看起來確實簡單，唔過也有啲唔吃彩。脖子的那个维度啊，大概现在妇女大概32、35左右。那可是早期，我现在有收藏的那些服装，大概都28，甚至最多也是30哈。过去的这样的服装的形式，时时会提醒，就是脖子很小，他就告诉你多做事、少说话，然后提醒自己，还要谨言慎行这样子。蓝衫就像係文化嘅載體，身材嘅行人權儉，又有當眼嘅身體。藍衫係一種身法美學嘅展示，看出老主公嘅巧思。客家的那个妇女的那个大襟衫的扣子很特别哈，就是它上面总共这边有1颗，然后大襟上2颗啊，下面这边就是腋下到鞋边的部分总共会有5颗。可是通常前面3颗扣子会有扣半，没有扣子。可是它通常是平常的时间，它没有用扣子装上去，它就是折那个拜过後的香角別上去。用香腳來製作內襪，完全係無情起用，因為行人早就在做自然揮繡咧。不過出體權儉，拄到農場嘅綜合，帶條嘅藍衫，還係會有細細嘅心機。一個客家人口話呢，而係一個客家人嘅智慧嘅一個代表。一個人口話呢，可以博下來，可以去玩。佢咪嗰陣講以上本人長嘅呀，本人29嘅時間，如果同一個人口話、布口話玩下來，要揾幾咩嘢？內襪係法同設計，用軟通兩條金屬所做成嘅，也有雕花嘅，做得造幸福冇強用，也係綜合對自由活。貴重嘅夢境內襪還有保持嘅價值。藍衫穿嚟按當日，最近做藍衫最有代表性嘅，就係美濃建興豐藍衫店嘅車建磊老師傅。佢到17歲開始學做藍衫，一直到今年民國18年嘅3月份，201歲嘅高壽過身。佢以成人做過動多嘅藍衫，就連佢才92歲嘅時節，佢剪刀、佢針線，還係非常流利。我長병了，我當咩個能做呢？時間冇見面。車金磊代表嘅係一種精神，行人從來都唔是添病睇藍衫，老師傅理解咧，還用行人推磊接。呢下嘅建興豐係有車金磊嘅來兒，車過繞老幾嘅布用中風腳，用創意開起磊。嚟設計嚟改良。現代化一條南婦語嘛哈，不然那個下對自身啊，見到後生嘅，然後婦人家啊，拿塊貨一作出來。韓國百年性格社推累咧，藍衫未開始出現到後生人嘅信號。
冇強用嘅係很較發達、很較多嘢，未很較稀鬆咧。就像係有一股新嘅法律，燃燒咱三界文化遺產，可以從重新嘅台灣代表服裝，支持順才下去。客家新聞潘金路、汪小琪綜合報道。